且风波继续伫咧逼这新北市议员林国春就一下讲，这监委林旭良用公务车伫咧唔是公务时段以外时间呢，接送这亲友去到机场，下晡也去到北检甲伊告发，那这监委林旭良是无出面来回应。过来，疫情长咧加权，早起呢，卫福部长邱泰源因为这快台汽车维护保费甲民众会失咧，也讲这礼拜会当保费60万支，后礼拜有120万支。疾管署也讲目前公费的抗病毒药物数量有够，鼓励民众加去注疫苗。在南湾里的这个南检车祸事故，是一个进前拢会听这草药啊茶，也若这草药啊有13味，是遵照着这个佛祖来指示落去配，连续一礼拜要分互民众来食平安，也讲会较体会。搁较济新闻，请锁定暗时7点 AM 新闻。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有中国学者讲，台湾的少年人爱用这小红书用 App 治理台湾更加简单。邱水正表示，小红书有通证记录，有必要法制规范。监察院的监委林旭用方逼出用公务车送亲友去机场，也若台南消防局也逼出勘载车随人使用，甚至是有收红包的牌带。或者这年假期间，台铁有加开115班，高铁加开132班。也若高速公路路南上台是头一天，上北上台是礼拜。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9日新闻，我是嘉豪。这中国国台办讲去到中国发展的台湾艺人要做因的靠山，那咱的陆委会主委邱水正就讲，那准是把这台湾艺人当作是家己人，就不应该要求因爱来表态。另外呢，进前有中国学者讲，台湾的少年人介意用这小红书用 App 治理台湾是更较简单的。那邱水正也回应讲，怀疑这小红书有通证记录，也强调有必要对法制层面来规范。陆委会最近查出有可能和中国党政军合作发文政治表态的台湾艺人，包括欧阳娜娜、黄安等人。中国国台办说，趁机会声援话讲14亿的厝内人是恁永远的靠山。陆委会主委邱水正听了是笑一个。在特定时刻转发相同的图贴或是共同的言论我们不太相信这是自发行为。我想你们相信吗？真的是把我们在中国大陆发展的台湾艺人视为一家人的话，那就不应该在特定时刻要求他们政治表态。网络的红人馆长陈志涵表态讲要去中国做和平大使。邱水正讲，因为伊是一般的国人，无需要政府的许可，嘛敢若会当甲祝福。但是因为进前中国配偶武统的言论，为了反制中国利用民众，违反咱国的主权，立委提案修正两法条例，希望明定言论自由和危害国家安全的界线。发表支持中国武力统一台湾或支持中国对台军演，这样有处罚吗？我们还是要了解他背后的动机。没错，主委，我以为你是国安局啊，你是陆委会啊。这个危害中华民国存在或变更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鼓吹武统台湾，鼓吹用武力的方式来侵略台湾。像这些嘴巴讲就可以啊。进前中国有学者指出，讲台湾的少年人介意用小红书、用 App 治理台湾是更较简单，这嘛互陆委会关注警戒。我们也呼吁各级学校应该对于使用这类的这个 APP 应该要有一个识读方面的提醒。在你们的定义里，小红书这样子的社群平台是统战工具吗？我们一直有这个高度的怀疑啦。陆委会强调，一直有和相关主管机关讨论，接落来进一步对法制面去规管。记者综合报道。
台海政策当咧紧张，这中共海警船故意把 AIS 系统关掉，扰乱着金门东沙海峡。咱的海巡是随时有做应对的。总统赖清德在今仔日去到基隆勉励海巡署第2巡防区指挥部，也提醒这海巡人员就要提高警觉，避免去互中共渗透。另外呢，有一对姓柯的兄弟啊，因去到中国互吸收，等来到台湾就咧开饭店，因专门找一寡欠钱的军人来试探军情，总共有8人。判刑相当的关到10年。中共相关台海紧张情势，美国国防情报局提出世界威胁评估报告，讲中共夺取台湾离岛做军事选项，透过无明确的所在侵扰破坏台湾对金门马祖的主权，进一步夺取控制权。中共海警船即阵啊故意关 AIS 自动识别系统，连续侵扰金门东沙海峡，引起关心。目前这是个新的形态吗？从上一次的军演以来，我们发现是计划性的在做这个动作。总统赖清德29勉励海巡第2巡防区指挥部守备范围为富贵加到3条角，有133公里长。虽然有换伫雷达系统协助侦搜，不过可能也是有出现扫袂到的掩角，所以海巡建伫20多台机动雷达车来弥补。另外，将金马片分署经济中心主任曾宗辉卷入强调案，赖总统嘛提醒海巡爱提高警觉。各位每日所现的日常平常的工作内涵，可能就是有心人士珍贵的情资啊，所以我们要特别留意啊，大家要提高警觉。中共对台渗透，那锁定海巡嘛吸收国军官兵，一对姓柯的兄弟啊去互因吸收，等来台湾了后，涉嫌发展组织，透过断点啊诱拐有资金需求的现役军人，试探军情，包含陆海空军也有海巡署，拢总有8个军人涉案，分别互人判2年6个月至10年2个月。在网络刊登军人接待广告或找当铺业者合作，吸收贿赂蔡姓男子等8位，涵盖各军种之军人交付军人身份证、饗条及在军营偷拍或夹带军事机密等犯行明确。对于发展共谍组织的人，应该给予最重的惩罚，甚至于呢，我个人认为不排除以唯一死刑都应该哈。姓柯兄弟啊，分别互人判7年10个月加7年4个月。王定宇表示，台商去中国做生意煞变强谍，已经不是头一件。不过因的行动比军人较轻，应该透过修法增加刑期。记者综合报道。那明仔载呢，就是这5日节连假的头一天咯。连假期间，台铁有加开115班，高铁有加开132班。那赛车这高速公路呢，这路南上届踢的是头一天，上北上踢的就是礼拜啊。 5日连假来啊，台北车站下台铁甲高铁列车入口已经提前出现民众，赶大包小包的行李准备要出去佚佗，还是返乡，想要避开连假第1日的人潮。刚好有人退票，很幸运，然后我们又买到这样，本来是没有票的。今天可能人没有那么多，这样先趁着那个人潮少的时候出。 针对5日节连假疏运期间，台铁甲高铁有告，会载送大约540.1万人次，伫单日高峰运量预计比去年成长。伫疏运期间，台铁会专线加开115个加班车，高铁加开132班次。只是台铁后个月23就要起票价，台铁研究发动专属优惠措施。 相关会当有95折，煞有部分民代批评优惠无感觉。交通部长陈世凯出面讲话。其实我们尊重台铁公司的规划哈，过去几10年来，其实花东的乡亲在这个车票的票价上面并没有特殊的优惠，那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哈，很感谢大家的建议啦哈，然后我们都会通盘的考虑、通盘的检讨。 另外，在国道部分，29下昼的国道1号也已经出现车阵。高公局有照即摆5日连假，南向上大量会落伫连假的第1日，南向交通量有66万车公里，北向上大量是伫连假最后1日。连假第1天，也就是南向的尖峰日，行驶西部国道的驾驶建议在上午6点前或是中午12点之后再出发。那要行驶国5，则建议在凌晨5点前或是下午5点之后再出发。 5日连假拄到新冠疫情升悬，那相替加强清洁消毒。交通部长陈世凯向民众发声，在公共运输工具也是人济所在，尽量挂嘴暗，做好防疫，维护健康。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讲到这监察院公务车的风波继续伫咧逼，新北市机关林国春就也讲，监委林旭荣用公务车伫公务时段以外接送亲友去到机场，下晡也去到北检告发。那这监委林旭荣伊是无要出面回应。新北市员林国春下晡到北检指控监察委员林旭荣涉嫌乱用公务车，伫监察院秘书长李俊业涉嫌乱用公务车接送爱犬去做美容。监委所列经济公务车看起考了后，监委林旭荣嘛好亲像用公务车，伫非公务时间也甲非公务用途接送亲友往回机场。可以用公务车来载狗吗？可以用公务车来机场接送吗？这完完全全违背了中华民国我们公务人员的观瞻。公车适用是要负起法律责任或行政责任的。林国春质疑监委应该有国法权的道德标准，这种行为若伫地方公务人员身上发生，早就记告定处，也是移送法办。嘛话讲林旭荣讲好清楚，实际敲电话予监委林旭荣出稿前，拢还未得到回应。你的电话已转接到语音信箱。你尝试联络的对象目前无法接听。监察院公务车使用风波引起社会观感无好，那为吴宗宪后礼拜一要伫立法院司委会排定防止公务员渎职的宣布。头一个邀请列席名单就是监察院秘书长上尊李俊业的意思正当。立委吴思瑶认为该检讨就检讨，不过外界嘛关心监察院敢会立案调查。这个是涉及事务，要怎么立案调查，我不是很清楚。对于这件事情，我们也是看公告。所以知道的不会比各位多太多。叶台华嘛进一步表示，因嘛是看到公告才知影，详细情况未比外界知影搁较侪，一切尊重。相关的问题也是爱问监察院副院长李鸿钧。目前就是为6月初2开始到卸任，拢未有个人公务车，出公差会做伙坐公务车。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有议员也讲，这台南市消防局一台载前勘查车，因为这顶头的牌啊，若准甲伊摕落来，看起来就是亲像一般的轿车同款。讲这内部人员有人甲当作是私人轿车伫咧使用，甚至是驶去无适当的场所。有民众真正讲，这消防人员共摕红包，目前这市政府的警防处也要查咯。出去车贴，一wal进车门就直接吸到。顶面的名条表示，台南市消防局载前勘查车，另外一边是写关键人的名单，也毋过只要摕落来车甲私人的车同款，并台接着တင်前。这台由二小关键的公务车，亲像方公器私用，几下摆互人看到出现伫无应该出现场所。我们来看所有的大队，只有这个大队这台车是这样放一个磁吸式的在那边，用意何在？那到底我们的消防局有没有去了解到说？他出勤的时候有没有登记？他去哪里有没有登记？甚至连上面的一个警示的灯也不见了。民代讲，真侪先新人关车互消防局过去，捌听过车身的名条标示开落去，就这台车的名条大无2个月就落去，改用出去车贴来取代，互伊真怀疑，要求起付贴查，也接到民众反映。消防人员亲像收红包，这不仅是情跟理而已，这法所不容了。所以说，因为送的人有，收的人有，中间的钱到哪里去？这我觉得应该就应该要查出来。那对于勤务车辆捐赠标示，必须保持它的完整性。针对公务车使用部分，也将加强稽查。防指控的公器私用的车，属于台南市消防局第5大队。对象目前有6台载前勘查车，大队部大队安检，各配拨3台。市府回应，无管将公务车使用还是收红包，拢已经违法。而且市府警防处、消防局警防署等单位专门贴查，也会专门盘点各类受检车辆，确保车辆标示完整。公视新闻采访报道。4年前，台铁德鲁区自强河败马，造成49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引起事故的工地主任李继祥一审被判刑7年10个月，也拿移工花本好事无罪。案件经过上诉了后，经下晡2审宣判，合议庭是认为讲，这李继祥除了犯过失致死和妨害投标罪，这个搁再用肇事逃逸论罪，3罪改判12年6个月，也拿这花本好的部分是依期无罪。我们希望法院可以让李义祥和黄文豪承担起他们应该要负的责任。我们也希望这个宣判
可以让我们对我们的家人有所交代。案发之前外日，相信无消息对离世亲人拢是思念。2021年4月发生的台铁太鲁阁排练事故，达到49条性命。出代志的工地主任李玉祥，以身风波7年10个月，以讲花本好无罪。此案经过理性审理，立告改判李玉祥12年6个月，花本好为之无罪。不管判得再重，刑者大概就是这样啦，对吧？再怎样也都是没有办法换回这49条人命啊。李玉祥方加大判刑，一大关键理由是合议庭认定，伊伫出代志了后无随通报救护，颠倒捌离开事故的辩驳，除了犯下过失致死罪甲妨害投标罪，搁加以肇事盗窃论罪。花本好会当判无罪，其中一项理由，因为合议庭认定伫大货车对伫铁轨路进前用乌头机拖救大货车的行为是李玉祥家己决定，花本好并无参与。运安会里面说到的是华文豪向李义祥提议说，我们用挖土机来拉车好不好？难道这就不是一个一同协力一起造成这个事端的过程吗？其实过去审理阶段，罹难者家属的委任律师几下摆主张会当调无作为杀人罪谈判，也毋过合议庭将其尾无采纳。他跟408车是应该是完全没有认识啊，也没有什么任何动机啊，所以无法认定说他有一个要杀人的动机。毋那认为李义祥应该无杀人的动机，判决也点出为时间车辆对路甲列车相撞，前后无超过1分半。李义祥因为突发意外真惊吓，无时敲电话喊救，侦判单靠这点认定有失意。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创意书房违法卖一寡未成年的食品影像，在台中地检署去年起诉6个人，其中一个圣诞的补习班老师涉嫌猥亵，搁再偷袭30个查某学生，甚至是查某同事。这台中地方法院在今仔日一审宣判刑12年。这民间团体是认为讲，就要建立到这自动工作证的制度，也要建立民众对偷袭的敏感度。台中地检署侦办创意书房性影像网站，对大量的会员内面发现台北市圣诞的查甫人，伫做补教韩国小的代课老师的时阵，涉嫌骗诉还未满14岁的少女，搁伫补习班的便所用塑胶管啊含旁边喷灌装监控摄影机，偷袭30个高中小的查某学生和查某同事。台中地院29一审教儿童和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判伊12年。陈姓被告妨害性自主等案件，被告行为共计55罪，应执行有期徒刑12年。本案仍得上诉，全案尚未确定。圣诞的查某人伫偷翕影片了后，用电脑合成其他的人的性影像，透过通讯软体 Telegram 团结群组和创意书房的社群。人本基金会认为讲，即马请补习班老师和管理的制度有真大的疏失，业者敢若会看老师的良民证，应该建立儿童工作证的制度。现在补习班的部分呢，它只有良民证，它只有省良民证，所以我认为补习班的老师必须要有一个管理制度。好，例如我们现在所提出来的儿童工作证，通过国家的认定之后，他有资格从事儿少工作的人，他才可以应征到补习班。否则的话，现在的补习班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黑洞。台北市5月捌通过公共场所防止监控摄影管理办法修正草案，公共场所的业者应该逐个月实施反监控摄影的政策。内向基金会是认为讲，硬体规范和管理恐惊是对袂着科技的变化，应该先对教育来开始做，让全民了解防偷袭的知识。尊重个人隐私。这个数位的时代，隐私这件事情跟影像这件事情需要被尊重，且去清楚知道这个部分不能这么做的时候，然后有他的责任跟刑责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制止的效果才会出来。在去年11月案件起诉了后，圣诞的查甫人是一审台中第2，而且羁押。事后，伊主流已经全部承认犯行，嘛含其中3个被害人和解赔偿，而且必须车用老爸老母含少岁查某囝2摆申请停止羁押，拢互法院驳回。一审方重判12年，专案阁会当上诉。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东太麻里溪出海口，昨要暗暝时阵，有一个5岁囡仔爬落海，拄好去互这钓鱼的民众看到，伊就随跳入去海里要救伊。想袂到这2个人拢去互海用架起，海巡队和消防队规暝呢，到当时拢找无到人。伫尾暗暝，台东消防大队伫太麻里溪出海口派出救援艇，到海面搜救爬落海10部囡仔甲救人的钓客，海巡警艇也伫海上找找。
海巡署东部分署表示，日北尾阿嬷接到民众报案，一个5岁查甫囡仔带阿公伫太麻里溪出海口钓鱼，查甫囡仔无细里跋落海，另外一位55岁细汉的钓客发现随跳入海中救人。钓客阿兄全程拢看到已经救到查甫囡仔，也毋过海流伤强，收袂转岸边，互海燕赶走。那个小孩就抱着他，他也抱着那个小孩啊，就在差不多第3浪。哦，哎呀，第3浪、第4浪左右。经过规暝找找，搜救人员也是无发现跋落海2个人的踪影。日到透早，海巡队继续找找，台北消防分队早无人机伫4公里的海峡空中搜寻，也毋过到目前为止也是无找到人。今日也会全天候派遣1艘海巡艇在海面上实施搜救，然后我们现场也有协请台东县消防大队、大武大队实施空域的搜救。附近钓客表示，太麻里溪出海口海流变化大，搜救较无简单。细单钓客英勇落海救人，希望2个人拢会当赶紧平安获救起来。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花莲外海最近出现规定的观察头海翁，唔那拢真大只，甚至有真侪对母仔囝。观光业者表示讲，因过这的观察头海翁拢是3月开始出现，今年有较晚，真有可能是含这海流一个温度变化有牵连。头存出海面喷水窜开，一只体型正大只的抹香鲸海翁坐伫咧船边啊，算算的有10几只，其中一个几多对是母仔囝，被留夜关了，藏在水底是因为交白动作。真的很兴奋，感觉值了。虽然我有点晕船，中间吐了一次，但是还是很值，我感觉。相关业者讲，今年抹香鲸出现的时间有较晚，大家也真好奇到底是什么原因。去年2、3月的时候就有发现他们的踪迹，那今年的话是延迟到了5月才发现他们，那就推判有可能是因为洋流跟水温的关系。抹香鲸过去一段时间其实是在南澳那个地方，那他们可能因为食物的关系，在那里没有食物可以吃了，所以就陆陆续续来到花莲。专门伫咧研究鲸豚甲海洋生态专家是认为，看到抹香鲸的过防时间一般拢是6月到7月，要过有一寡伫2月就会出现，应该是呛死记录的问题。如果就经验法则或者是单一的时间记录来说的话，这件事情确实可能是晚了一些，但对我们而言呢，我们应该更关注的是整体族群的变化。真侪游客拢是专工来这看海洋的，会当看到抹香鲸，大家真欢喜、真意外，也好今年的赏海洋季节正式开始。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讲到咱国内新冠疫情仍咧加悬，早起卫福部长邱泰源因为这快筛试剂未付补货，甲民众回息咧，也讲这礼拜呢会当补货60万剂，后礼拜会当补120万剂。另外，疾管署也讲，目前公费的抗病毒药物库存是拢有够的，也鼓励民众大家拢去注疫苗。民众走药局买快筛买无，面对国内疫情阁行起来，家用快筛煞歹买。卫福部长邱泰源29早起对普惠未付回息的表示已经加紧处理。抱歉，因为这个生产铺路的一个过程，所以差了1、2天。这个礼拜可以说厂商日以继夜会铺到大概60万剂那下个礼拜会铺到120万剂目前新冠快筛已经第3大超商铺货，邱泰源表示会陆续扩大到第4大超商甲连锁药局，一定后礼拜铺货量会有120万剂，是预估病症人数的几多倍。只是卫福部的相关政策，煞引起基层药师协会批评。单点的社区药局是占了近80%，连锁只有2%。当在发快筛的时候，又是我们社区药局作为防疫的尖兵。可是当这个缺货的时候，快筛就先给财团去贩售。那快筛歹买，新冠药物嘛传出有欠货，不过疾管署批货，既然欠药不是事实。公费抗病毒药物的库存配置后期目前拢真充足，无问题。第一线最常使用的口服药物 Paxlovid 贝拉维的部分呢，目前存量还有40多万人份，而且有1500多个配置点，不管是供应或者是调度，还有配送的部分都没有问题，所以并没有缺药的状况。
疫情快速压起，也互民众注新冠疫苗的意愿增加。2月一天超过15000多人注射，创下今年单日的新高。疾管署也表示，公费疫苗库存充足，也有308万多剂，鼓励民众一旦踊跃注射。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地检署最近把一间食品公司洗出来业者起诉，因为伊伫咧2022年4月有进一批猪排，卖无了物件过期，竟然叫员工甲这日期改继续卖，上万地猪排上长有的是过期2年啊，将有可能拢去互消费者食到腹肚底啊。卫生局警员去生产卖场稽查，业者提出现场的肉品，原来因捌进货一款猪排，后手刷收到通知有安全记录，全部回收退货。随后调查局随个赶去位于中华县的食品仓库，甲工作人员详细核对资料了后，将现场的货物一一查封查登去。业者红掠包被过期2年的猪排回收的库存，也有达到9020片的猪排。被告不甘损失，竟然指示该公司员工或利用外籍劳工，以去自由将原印制于商品上之生产日期及有效日期擦除后，重新印上不实日期。根据了解，是一名食品公司生出业者在2020年4月7日向南部30年老牌肉品公司进货5860包，加1860包，超过2万片的猪排，在2022年9月16日过期了后无卖完，竟然叫员工该有效日期标签了后继续卖，佮陆续出货到台南、高雄、新北甲云林等地。一直到2024年10月，生出业者的上游进口商南部老牌肉品公司发现伊总报案，代志接别行。肉类的食品因为富含蛋白质所以一旦腐坏或者说保存不当的情况之下，当然会引起非常严重的一些病原点，像是李斯特菌或者是像沙门氏菌这类病菌的滋生，都会引起我们严重的败血症。本署检察官认为，被告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刑法诈欺取财、行使伪造私文书及商品虚伪标记等罪嫌，依法予以起诉。根据统计，已经有超过1万片过期1个月至2年的猪排，互民众食落肚。高雄地检署认为，生产业者经济重大，佫会危害人体健康，以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定罪，将伊起诉，佫请法院对生产业者判重刑2年以上有期徒刑。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基隆的中山高中去年营养午餐内面出现注射糖的尖头，引起家长不满。市政府有订定营养午餐自治条例，要加强管理。不过，伫咧今年4、5月啊呢，又有2间学校营养午餐出问题，甚至有几只家蛇伫咧内面。针对着这款的情形呢，这基隆市政府近来发动稽查，未来也会无定时去查，希望这厂商就要定责。看一下食材敢有掺到杂物，不时询问人员食材处理的情形，一点嘛无凊彩。因为基隆的学校营养午餐小连续出现有杂物的情形，因为供应基隆15间学校营养午餐的厂商，3间伫台北市，1间伫新北市。基隆市政府联合双北启动跨县市稽查，要查清楚厂商敢有缺失。那鉴于我们现在夏天感觉重体异物的频率增加，那今天开始又在跟跨县市一起合作到场进行查厂。那如果在餐食的厂房有相关的缺失情形，也会由当地的卫生主管机关进行裁罚。去年底，基隆的中山高中营养午餐出现一支2公分长的尖柜，引起家长的议论。基隆市政府因为安尼定营养午餐自治条例，加强管理。议员发现，包括中山高中在内的2间学校，营养午餐伫4月到5月，各小连续出现杂物，包括面内底有石头，也有猪肉顶管有动物的毛，卵内底有糖，甚至佫出现几只家蛇，要求市政府一定要严格管控。特别要求市府，除了要针对上游厂商进行相关的一个处置以外，尤其针对于提供团膳的厂商，它本来就有相关的一个义务要进行食材的一个清理。追你团膳，希望你团上去抓源头，自己去负责。问题是你源头没有把关到的时候，那当然还是一样层出不穷的问题出现呐。家长团体认为，学校的营养午餐关系到学生囡仔的健康和安全，袂当凊彩，建议加强稽查，督促厂商爱改善。对这代志，基隆市政府是讲，未来一定每个月无定期联合查餐，希望厂商爱注意备餐的卫生。记者综合报道。
健保署今日公布112年度病院的财报，讲这趁小济钱的病院，有关是南口的重建，连续8年拢排伫咧第1名。不过外界所关心的就是全台湾病院人事费用的占比，敢若平前一年加1%。这医护团体就骂讲，病院有趁钱，敢若开1%伫咧人事费用，有影是足刺心。南口中基病院连续8单拢得到全台湾上趁钱的病院第1名。健保署公布112年度病院的财报，整体收支各以排名前10大病院，分别是南口中基56.31亿、高雄中基44.26亿、中国府以30.84亿等等。台大病院是排第7，整体盈余16.94亿。另外，桃园中基和基隆中基嘛拢有超过15亿这么多。医务的部分是2亿，非医务是54亿。那当然，大家知道非医务的部分，其实大部分就是来自于鼓励。健保署表示讲，这摆依法公开财报的院所拢总是237间。对医务收支的部分来看，有8成院所有结余，包括18间医学中心。另外，第一人事费用占率的部分，含整一年中位数比起来，是对45.6%起哩到46.6%起哩1%。不过对这医护团体所讲是真痛心，批评病院有趁钱，所以敢若加开1%的人事费，护理人员根本就无感觉。这些医院赚了这么多钱，他们只有花了1%，你只花了几千万在人事费用上面，你觉得这一些的加薪能够真的有加薪吗？到底这些结余有多少是拿来改善这个医事劳动？而这个结余特别好或差的院所，他们在收入的来源以及营运方针到底有哪些可以拿来借鉴或反思的？另外，健保署嘛公布112年亏损的病院，了上侪钱的是屏东的荣总含量泉分院，亏损是到负的1.66亿。另外，屏东的个人病院嘛了解真惨，是负的0.64亿。花莲蒙鹿寿丰分院是负的0.28亿。根据健保法的规定，只要是有领取健保费用2亿以上的院所，拢必须提交财务报告，而且上网来公告。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卫权委员会审查儿童托育服务法的修正草案，拢总有16个版本。就小党组会开记者会，呼吁朝野就爱推动改革，把这无责任的灵母淘汰，避免搁再出现开案件。不是让保姆淘汰退潮。时代力量台湾激进甲台湾列党29早起伫立法院昆贤楼门口召开记者会，呼吁朝野立委爱全力支持修正儿童托育服务法，因为行政院版本的草案欠缺年母退场机制，所以主张对年母日常违规行为应该建立记点制度，若是记点达标，应该暂停收托，甚至废止执照，避免后一个开事件发生。行政院的版本当中，只有要求限期改善，不会留下违规的记录，只要不犯下大错，就可以小错不断。我们当然同意建立保姆的违规记点制，但是我们希望网络登载确实让不适任的保姆有迹可循，没有退场机制。另外，在野党嘛指出，儿童托育专法应该明定所有托育机构必须装监视录影设备，佮将影像传去的主管机关所指定的分段平台，保存至少30天，通避免无卫冕这种伤寒的情况发生。而且嘛，应该推上年母评鉴制度，让家长会当掌握年母的照顾品质。怎么样去把这些所谓要记点的事由，那在法律里面能够相关的明文化？那这边可能在后面在立法的过程中是需要做一些讨论的。立法院卫权委员会29审查儿童托育服务法修正草案，因为行政院版本、国家朝野立委所提出的版本拢总16案。卫福部强调，各界意见拢会纳入修法的参考，期待台湾托育环境更加完善，让更加侪家庭甲儿童得到好处。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人口老化欠工的问题真严重，这婚姻关系农业大关。有这农民呢是固不自将请移工来斗做事，不过劳动部有规定哦，若准这请违法移工，按人头去算，一个人罚15万，请几个就罚几倍。也因为这罚金罚到到底是10万真惊人。婚姻关政府目前是改做一案固定罚15万，也赶快要来提醒雇主，就要照规定申请，唔通违法。若要甲对残忍采收的葱仔提去菜市仔卖，拢需要经过人工一支一支整理，因为这个工课机器也无法度取代。人工无见甲清气，你我端这嘛爱念了。
经无虫啊，你看。毋但经厂仔的工课，还有这区菜豆园也需要农民整理才有好收成。也毋过，分林以农业为主，真济产业的工课，因为人口老化等因素，长年以来面对欠工。另外，阁有袂少传统产业嘛有同款的问题。去年因为无依法申请，且非法移工，分林县府就开出143张罚单，查获超过100名非法移工。依照就业服务法的部分，如果容留非经合可的一个外国人工作的部分的话，那这边最低罚是15万到75万。那目前本县的部分是以人力缺乏的部分，那是以件数来去认定它，那最少就是罚15万以上。罗清楚表示，以劳动部规定，头家请非法的移工，每一个人会当罚头家15万。移工的部分要甲遣送回国，而且罚3万块。也毋过农地一届拢会请4、5个人，罚金恐惊会到数十万。所以分林县府以案件的数量为基准，每一案上加罚15万。呼吁业者应该按依规定来申请，避免违法。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咱国内骑铁马比例伫咧降，囡仔骑铁马死伤人数却一直咧增加。着立委含路权团体赶伫咧6月初3世界自行车日进前开记者会，呼吁修法，而且爱规划更较完整保护铁马使用者的政策。民众伫咧路骑脚踏车，若看到路边的车要开车门，就会闪起中的车道去。这是真侪骑脚踏车的人会拄到的情形。脚踏车作为简单的上下班的工具，骑的人常常拄到道路设计法规无合理的困境。另外，林月琴联合民间团体骑脚踏车上下班的人，赶伫咧6月初3世界自行车日进前开记者会。我亲身体会到台湾交通政策当中的矛盾，基础设施与交通法规却传达出完全相反的这种讯息，就是骑自行车并不受到欢迎。自行车上下班的人亲身到场说明。根据交通部统计资料显示，全国脚踏车使用率自2009年的5.6%降到2022年的3.3%。也毋过，7岁到17岁儿童少年骑脚踏车造成意外伤亡人数，则自2020年的3946人，成长到5644人，加4成。若是单方面的鼓励民众骑自行车，却没有同步的检讨跟改善道路的基础建设，包括释出安全的空间，严格取缔。另外，金呼吁应该提出具体应用对策，包括修正无合理的法规，建议将车超车的测量安全距离自即卖半公尺提升到国际标准1公尺半到2公尺，一个提出全面性的自行车政策，加强化骑脚踏车的教育跟文化，伫各中小加强教育。从观光的角度先出发来做鼓励自行车骑乘，这是我们也是一直在推行的方向哦。那其实，在自行车的实体建设上，我们跟内政部一直有在合作。另外，针对着脚踏车道的维设，各都市也讲，拓宽人行道困难度较悬，也较容易有民众反对。目前内政部有伫咧推展行路人优先区，希望会当做到共享道路，争取更加好的道路环境。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这五一节呢，不只是食饱长白冷泉尔，这古早人也该号做是5度日，就爱插青插兄会较勇敢。伫台南湾里呢，有一项传承超过1家子的传统青草节，当地南岩车方式透早就开始行这青草茶啊，总共用13味的草药啊，遵照着这佛祖妈的指示落去配，连续1礼拜要分予乡亲食平安，也较体会。10几项药材救乌糖，用大火落去行。庙方工作人员透早5点就开始无闲试试，主要就是咧顾这5鼎青草茶。规定中嘛，该人工落去拉，讲安尼青草的香气才会出来。等2点钟，青草茶总算行好势，一天分5梯次，有些民众伫庙埕等要包顿去啉。这是台南湾里南岩超风市超过1家子的青草茶，预告正式起锅。放假出顺便出来摕，顺便食一平安的。逐当都拢会晓食好，身体健康安尼啊。我最近迄病毒最严重，太欢乐，所以都来食的，来啉来排队这就对啊。系啊。药头遐1点钟，药这遐1点钟，拢总就反正就是2点钟。听爱遮久啊？安尼控伊个青草毋知迄个味控解出来，迄个精华。
迄个精华控解出来啊，系啊。经过了解，这青草啊，拢是因专工去台东花莲厝的，嘛是照不做嘛指示落去夹，拢总采2吨外回来，先经过日头拍，才个过煮，会有这个传统。最后因为早期医药费贵，真侪信徒无法度负担，就买只演变做庙方乡青草啊，结缘分互大家啉，故来形成地方文化。较早较济工啊，较早拢10外工，即嘛厝较少，拢8、9工尔。阮拢一向伫端午节进前，嘿，就是迄个热甲冷的天气，啊，因为端午节是一个除百毒的迄个节日嘛。乡青草啊是原理限定的风俗，原理这个庄头内就有3间庙宇有这个例，这青草啊香传千里，也代表一份代代相传的好心意，拢是志工甲在地客家无私奉献。那超风时会连续1礼拜免费提供给大家啉。记者宋大南采访报道。高级这特别教啊，这美国在台协会高雄分处的处长张祖霖，最近假扮成美国阿勇，用全台语翕一支影片来介绍北部和南部这肉粽究竟是差伫咧倒位。有民众看到这影片，讲是真趣味，也讲这处长伊是一个外国人，想袂到伊的台语竟然讲了便伊佫较好。我先食南部粽，好，来，我食。哇！你真是点点食3碗公，南部粽真好食哦。我刚才在导游部底看。美国在台协会高雄处长张祖霖甲扮成美国阿勇，两人用台语你一句我一句，开讲的主题是上应节的南北粽大车饼。那食北粽那配花，有时阵佫用热客拉花来互相口洗。趣味的活动画面得到侪网友的学乐，讲因两人真在地，真有台湾味。都有民众讲，外国人的台语竟然讲甲这么好。讲了就认真，那比台湾人更加厉害。你本身敢会晓讲台语啊？小看呢。啊，你感觉你甲伊比起来？感觉伊较厉害哦。你好，食饱未？食饱。一入门马上就是一句亲切的台语，食饱未？张处长2年前来到高雄就任，为着要融入高雄的生活甲文化，伊唔那逐礼拜拢会甲老师学台语，嘛常常用台语去消解高雄的食食甲景点。伊的草地开口也影响到身躯边的同事。我刚才在导游部底看，听不出一大富贵，很多，还有不是手艺也是，比如说我还说啊。拍摄我有比较时间，如果美国人说这样的，真的很有意思。或者在市场的时候就开玩笑说：“哎呀，凶贵啊，王西潘啊，这都是开玩笑，但是跟人的人的关系更密切。”处长因除了有翕影片、食肉粽以外，也专工带队去参加5日节高雄市办的白龙船比赛。处长讲：“生笑讲，因的目标不是冠军，只要打败高雄市区队就好。”记者柯家如邱朝雄高雄场报道。这礼拜六就是5日节啊！中华有民间团体举办文化体验做爱心的活动，去学校教学生囡仔白粽，也拿一部分的肉粽，学生囡仔摕回去食，另外一部分的肉粽呢送予弱势民众。学校表示讲，希望透过活动，让学生学到珍惜甲分享精神。先甲粽盒凹做三角形，然后较饭放肉粽鸭。5日节就要到啊！中华有学校甲民间团体合作举办白肉粽做爱心的活动，为少学生啊拢是头一届白肉粽，感觉真趣味。白肉粽，今仔日我是头一次吧。今仔日阮来包肉粽，我想要送互迄一寡需要帮助的人，我感觉即摆最有意义的。真人基金会中华站表示，因主要是咧服务社会便利户甲有路无厝的人。这边伫5日节进前募到500粒的肉粽材料，请志工来学校教囡仔人白肉粽，除了互学生体验过节气氛，嘛会甲学生白的肉粽送互较弱势的人。即摆囡仔甲我大人拢可能无包过肉粽，仁安基金会来阮太和国小教囡仔白肉粽，互囡仔学会晓白肉粽了后，可会使甲爱心分给有需要的人。伫迄咱的大都市，有较侪遮的机会，会使互一寡人知影讲因足艰苦的。但是伫咱中华遮吼，机会是较少的。咱嘛希望讲有咱的乡亲父老会使做伙来帮助咱遮的较善遮、较可怜的人。
真单基金会表示，伫家路生活流浪者多数是因为经济、身体、家庭问题这原因，为民众因为无啥了解，所以对这艰苦人、寒暑有路无厝的人会有负面的印象。基金会配合节庆办活动，嘛希望大众会当加来关心弱势者的相关议题。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时代伫咧进步，这电子册是愈来愈先行。清华大学图书馆宣布成立国内头一间大学公益数位阅读平台，这内面有真侪是研究报告、自然记录、文书资料等等的数位化，甚至有一寡是无出版或者是绝版的册，拢会当免费伫咧线顶阅读。也希望透过着这数位科技，甲知识送到每一角落。伫电脑找到家己想要看的册，点者就当看到精彩的内容。其中有袂少拢是毋捌出版，也是已经绝版的册。平常时真歹伫市面上找到。清大图书馆透过数位典藏，那提供民众通线顶阅读，而且完全免钱。阅读本来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然后让不用走进图书馆就可以在家手机打开就可以阅读，那一定可以增加阅读的数量。学校有提供的线上图书馆平台去看的，我也不会借实体的，就是也比较便利，但是确实阅读上会比较累啦。但是我觉得便利大于一切。各个大学还有机构的图书馆啊，都能够见贤思齐啊，大家一起合作，让社会啊能够在阅读方面能够多一份珍贵的资产。目前典藏内容包括教育、科学、艺术、甲地方文书等等。譬如讲，以这本茶花作品来讲，内底就记录台湾800多种茶花历史甲品种。即马透过平台，互更加侪人知影。它里面的内容，好，那会有目录，然后当然是它的前言简介，然后就接下来就是它的各种说明啊，那这个都非常的细，各种它每一个品项它的各种名称，对，然后它的习性啊，这些东西都会详细的记载。清大图书馆表示，把欢迎外界提供家己的作品授权，互好好收藏。只要是完整的内容，作者愿意授权开放线顶阅读，拢会当提出申请。希望透过数位化，互收藏的电子册愈来愈丰富，互知识代代传落去。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已经过身的国宝级歌戏艺术诞生，伊一世人拢奉献给歌戏，伊正注重这古册戏演出和传承，为了要记录到诞生老师的人生故事和演出的形影。团结中心伫伊在世时阵，对2023年就开始拍纪录片啊，到当中算完成咯。未来这影片会放上网络顶头，要互愈侪人看到。纪录片当中的歌戏国宝艺术诞生，伫2024年逝世，才到92岁。诞生以总修生出名，一生拢奉献给歌戏，真注重古老戏的演出和传承。伊的拿手戏包括无限杀车、三百英台等等。为着要记录伊的歌戏人生，传统艺术中心自2023年开始规划诞生的纪录片，到今年总算完成。希望让大家更认识、更回顾陈老师的一生，而且也更了解歌仔戏在一路上，他在每一个歌仔戏的转变期的这些过程当中，陈老师他所占的关键位置。纪录片内底收录真侪诞生早期珍贵的影片和录像片，甚至也亲身重现大家出三种出世的唱念和脚步手路。纪录片透过专访回顾诞生的一生，嘛对后生艺生啊，佮有合作过艺人等等不同角度来看诞生对歌戏的热情和挂念。我回过头来看，我妈妈真的是，我真的很佩服她。佩服她的原因就是她从一个剧团的业务、演出者、管理者，再加上财务，几乎都是一个人全包。就自从阿嬷，但是伊教实在是为什么就怕？伊嘛会等剧本。啊，不过老师教的时阵就是讲，甲别个老师教的无关系，讲别个老师是爱看剧本，但是邓老师是免看剧本的，伊的剧本是拢记咧伊的，就是讲咱讲的北来。
传统艺术中心表示，为着要甲艺术的形影保留落来，因这几年拢打拼伫规划以艺术为主角的生命史影像。即间上遗憾的，就是袂赴伫咧诞生艺术在生的时，互伊看到纪录片的完成。毋过未来影片拍算会放伫咧网络顶，甲遮的珍贵影像，互愈侪人看到。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在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这美国总统川伊的政府上任了后呢，针对着这贸易逆差国推行这关税政策。不过，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自备做出裁决，讲川政府伫咧全世界推行关税已经超过总统的权限，判定是违法的。另外，伫咧川身躯边界辅助，而且搁在华政府法律部的马苏克，伫咧一段也未公开的专访当中，伊就表示，伊已经辞掉顾问的职务了。You know, you think of European Union very friendly. They rip us off. It's so sad to see. 4月初2所谓的解放日，川普伫北京玫瑰园提出这个处方了后，全球经贸陷伫重大乱流。也毋过联邦级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礼拜伫纽约曼哈顿做出裁决，判定川普扣全球关税是违法的。理由是川普政府无权利依据1977年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对中国扣30%关税，对为墨西哥甲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扣25%的关税，参对大多数进入美国的商品扣10%的基准关税。法院也下令予行政部门10日的时间停止相关扣税定书。这项诉讼是由美国几啊间企业甲几啊个州所共同提出。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的3位法官伫判决中指出，这种做法会无稳准，不是因为伊无明智，也是无效，而是因为联邦法律并无允准安尼做。消息传出，各界反应热烈。亚利桑那州众议员史丹顿发文表示欢迎。俄勒冈众议员德克斯托也讲，这是全体劳工家庭的胜利。北京副幕僚长米勒是受气的发文，这场司法争辩已经失控。北京指出已经提出上诉，所以若法律一路行落去，中期尾可能会进入美国最高法院审理。虽然川普本人也未回应，也毋过礼拜伊互记者问到，最近美国华尔街有一个流行的话 ，Taco， 川普 always check now， 用来考试川普总是临时提球，川普一开始也无啥知影意思。I kick out. Oh, and then I chicken out. I've never heard that. You mean because I reduced China from 145% that I set down to 100 and then down to another number? 了解塔克的意思了后，川普明显当受气，批评记者牙刀探牛病。6 months ago, this country was stone cold dead. We had a dead country. We had a country people didn't think it was going to survive, and you ask a nasty question like that. It's called negotiation. 除了关税，核心政策互法院全部否定。另外，吹向川普的正方是伊的第一马吉马斯克。伫一段阿未播出甲 CBS 电视台的专访中，马斯克直接讲家己已经离开政府部门，并且也对川普的大个税减税计划失望，因为伊毋但会增加联邦赤字，也会使伊整体的政府效率部努力加做小破去。礼拜当互记者问到马斯克的时，川普完全相比毋讲，只讲伊的大个税法案特别送至参议院，也顺便批评民主党讲因一票也无投，拢是一定歹人。公司新闻洪荣伟编译。伫咧秘鲁北部一间学校拜二举办庆祝活动的时阵，这表演舞台向放弃，造成12个人受伤。另外，这中国山东有一间化学工厂发生大爆炸，有5个人死亡，6个人失踪，19人受伤。这爆炸的威力也伤害到附近的客机。意外发生的时阵，台顶乐队甲学生囡仔当伫表演，无想到舞台地板向塌落，所有的人拢落落去。一个主唱着急的情况下，落到麦克的铁架啊，也毋过同款落落去。救援人员随赶到现场搜救，将伤患赶出来紧急送医。这个事故是伫秘鲁北部一间学校发生的。当时学校当伫这个广场举办庆祝活动，请乐队甲学生囡仔参加比赛，无想到发生这种危险的代志。事故的原因也有待调查。镜头换看中国，伫山东高密市的这间化工厂，拜二挖进中道的时阵，熊熊着火，佫传出收连线真大爆炸声，规个厂区随便火海，感觉红色甲黑色火分呛半天悬。加工火拍发了后，现场还佫咧呛烟，厂房烧甲无看出现，敢若剩铁架。这个事件嘛影响附近的村庄，有几摆商店的玻璃窗仔碎去，这个老先生主体甚至连天棚都塌落来。我从后头一枪
还不知道什么事儿，等天花板哗下的，把人砸起起来，可以天花板平着落的，有的时候落，小孩就受伤了。姓伊的老先生讲，为了安全，已经暂时把孙仔送去其他所在。这个女士的主题加服装店离化工厂刚来500公尺，所以损失更加严重。当地考虑搬离开当地，不过有未少村民注定化工厂应该爱搬迁。出代志的化工厂主要是生产农药加医药的化学品，目前有300多个员工。2023年加2024年2届去有关单位稽查发现有安全疑虑，要求爱改善。无想到也是发生事故，官方第一时间通报造成5个人死亡，19人受伤，6个人失联，数字到今嘛无改变。员工家属怀疑实际的伤亡数字可能更加悬。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来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最近传出讲有查甫的民众去互这嫌攻击甲死的新闻。这个国家的政府竟然想一个政策，讲要甲这350只的棕熊灭掉，甚至今麦宣布讲这熊肉同款要卖。不过也动保团体批评讲，这方法是治标不治本。东欧国家斯洛伐克政府宣布讲，对后礼拜开始，环境相关部门会当卖棕熊肉。当地政府伫今年4月宣布讲，为了减轻人熊的冲突，因计划要杀死350只棕熊，而且为了避免熊的尸体拍算，会充分利用因身躯顶的肉。sme veľmi citlivé rozhodnutie, ktoré sa týka plošného odstrelu medveďa. Súhlasím s členmi vlády, ktorí hovoria, že nemôžeme žiť v krajine, kde sa ľudia budú báť chodiť do lesa, kde sa z človeka stane potrava pre medveďa, pretože 斯洛伐克最近是传出真侪件民众互熊攻击的事件，去年和顶个月拢有人死亡。政府指出讲，观光业已经明显受到影响，嘛或者侪森林附近的设施拢互等伫遐无得管。不过斯洛伐克差不多干那1300只棕熊，政府即摆准去抬的数量已经是总数的1/4。但是根据欧盟的法规，除非是危害公共安全，而且无其他替代的做法，才会当来抬熊。斯洛伐克管理熊的方式受到动保团体和欧盟的批评。有动保人士指出讲，应该好好啊来规划人熊的界线，而且教育大家，卖离熊生活所在上近才是正确的。公司新闻由派准备译。全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黑龙台北桃园新竹对20度到28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0度到31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1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1度到27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0度到28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今仔日爱去拜拜。获得证实新兵有土地部